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3个主日，12月14日，主题是上帝必因你欢欣喜乐。预备聆听。如果使用待降节花环，请点燃粉红色蜡烛和2根紫色蜡烛。上主，你的上帝与你同在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西番雅书3章14到20节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满心快乐，上主已经免除对你的惩罚，他已经歼灭你所有的仇敌。上主以色列的王与你同在，你再也不必惧怕灾害。时候要到了，他们要对耶路撒冷说：锡安城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让你的手发软。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，他的大能使你得胜，他要因你欢悦，他的慈爱要赐你新生命，他要因你喜乐歌唱，像人在过节时那样欢乐。上主说：我已经终止灾祸的威胁，除掉了你的羞辱。时候快到了，我要惩罚欺压你的人，我要拯救一切软弱失散的人，使流亡的人返回家园。我要使他们的羞辱变为荣耀，全世界都要颂扬他们。时候快到了，我要把你们分散的人民带回来，我要使你们誉满天下，使你再次兴旺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我们要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上帝他要因你喜乐歌唱，你多常想到上帝因你欢呼歌唱呢？西番雅书不常被我们大多数人阅读，而且不只是我们，它并不受早期基督徒的欢迎，也从未被新约圣经引用。然而，在待降节的第3个主日，也就是喜乐主日，因此点燃了粉红色蜡烛。许多教会都会诵读西番雅书第3章的经文。这段经文以一句熟悉的劝勉开始：要满心快乐。在经文的中间，我们读到一句不太熟悉的话：他上主要因你喜乐歌唱。
人们欢欣鼓舞，因为上帝已经得胜，击败仇敌，驱散恐惧，解救他们在漫长的流亡后重返家园。在代降节第3个主日，我们回顾过去，并展望未来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，并为世人赢得胜利。他驱散恐惧，击败敌人，我们得平安。我们活在信心和喜乐中，即使胜利现在对我们来说并非显而易见。当你欢欣喜乐时，请注意，我们的上帝正因你也与你一同欢欣喜乐。上帝引领我们歌唱、舞蹈和欢呼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丰盛而且热切的爱，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份喜乐。想到上帝为我们欢欣快乐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。我们可以加入，和上帝一同欢欣快乐。停下来，默想上帝以慈爱因着你歌唱、喜乐、欢呼的情景。想象那会是怎样的景象，怎样的声音。想象上帝之歌的歌词。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上帝，你在你子民中的行为持续的令我惊叹。今天求你帮助我走出去时，心中带着你喜乐的歌声和你爱我的确据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握着上帝因你欢欣喜乐的确据去生活。